冬季，做下一步嘅天时冬炎呢，韩国人上嘅动作早，韩国韩有伊咧，心情都唔好，接同伊严格。你冇使人家，男朋友人家。冇讲呀，哥讲呀，叫字啊。我问你，研究嘅叫做有合处冇？有個有合睇見呀，厝嘅問題，我一直都懂少呢，有問題一直已經困擾我。我男朋友係後街叫佢住嘅成門冇，食嘅嘢冇。哪每年都咩按呢？一項東西，我叫你。蘆筍，係，你都你叫嗌。本意嗬，唔係火氣人睇，本意叫佢下住掉。哇，做得冇講，做得講火氣，韓國做得本嗌，腳邊冇按太按神奇嘅東西。冇咁錯，阿講知，阿喬妹，講你做料理。好，你蘆筍吼，變到了水煮，吼，你水煮滾咧吼，變一絲絲的鹽，你哋變鹽做咩嗎？唔啲，變鹽可以做乜嘅？你咪不加鹽，加鹹。唔係喏，你係嘅沙青下去吼，即係識咱們下醬，哦，就會強，唔會按嚟薄薄。你薄馬人啊骨吼哈，你小口吼中間吼，按你一半絲嘅那個拿出來哈，好，嘿，冇東西吼，跪下塞下去吼，色冇醬，變成果色的吼。表下去哦，你記得哈，好骨好哈，嘿，啊骨好之外吼，我哋教人向新朋友吼，然後係蘆筍吼，做乜教係蘆筍佢底部就有紅東西，蘆筍素，蘆筍素就嘛好處呢，是本來應該走路繞着地北度吼，本來跟人們身體下倒來水就會走出去，哦，水腫作用啦，水腫係咪有水腫嘅問題？就做得係腳鼻啦，就做得是蘆筍啦，和蘆筍底部還有埋葉酸呐，葉酸有嘛個作用呢？葉酸下去本嘢心情下好，哦，個憂鬱症也是缺葉酸，所以葉從來蘆筍下去，你心情就會好。我食咧蘆筍，我就會心情動好，因為變青。好，慢慢顧好，係做得那去了咧，做得咧，嘿，冇長久哈。哦，冰鎮，係，就那去了哈。清好食按呢。煮好，結果拿去冰鎮嘅蘆筍，清好生呢。嘿，其實你煮蘆筍下去哦，還有一條條件是講哈，煮蘆筍吼，你時候唔管木魚吼，做唔得乾好，做那種鐵來木魚，鐵來木魚吼，佢還會變色蠻好，所以從了腐葉木魚。嘿，要用陶瓷的，做唔得用鐵嘅，會糊糊。哦，你變好吼，你可能切吼，哇，強呢，要食凍醬。今年吼可能吼，去買吼，你做蘆筍吼，會做得。唔過東西吼，下袂吼，下出來東西你要留去種鐵機。係因為熬嘅時間佢太老誒，要當到香檳嘅就留去切係。啊唔過吼，你當打餸，我看到你是你打餸，嘿，你吼較家己嚟做家掉，你下條掠到吼，馬下唔平鐵機，就冇按白下來吼，做得吼，就做得實咧，按溜起來，按溜起，按下來，咁香檳太多，我就留去切鐵。打上去，叫人用嘅啥？你拿個泡啊，來泡起來，中間還是得嗎？哦，留去洗啊，呀，底度還係嫩咧。我是拿刀咧，吼，刀咧泡係，係按上，吼，冇按打上體去，你看，好，一長咧喺背下攞嚟要麼，吼，我想講拿來鋪水。哦，煮蘆筍汁，嘿呐，但是冇老人吼，嘿，你看兩紅過來用得吼，兩牛奶吼，拿來做沙拉，攞嚟溜血來煮湯，老誒就煮蘆筍汁、蘆筍湯，呢邊還有蘆筍素，吼，沒有蘆筍素，好，按變頭之後呢，按扁盤扁醬醬來，好，來搬一邊，好，把啲用下來，落臉。好，攞臉係，你啊吼，或是吼做啲變得買有內子下去吼，美乃滋，然後可以按呢，一絲絲是好吼，細細的，來，一絲絲是好，好，表質法來吼，睇你變得霧嗎吼？霧嗎？一麻誒，對人身體有乜嘅幫助冇？有乜嘅好處？霧嗎啲咪要鈣質，鈣質哦，我是含不會長高冇？
你叫现在啥？来唔惨嘞。你等于18岁是多的，吼，咱就都不用个柴鱼片下去，柴鱼片。唔想到，哎，意思是说，我想的是他抖的会柴鱼片啊，董后生呢。啊，表记是时候，好啦，宽讲就好。对，俺是芦笋沙拉，哦，也挺可爱呀，芦笋地都有按到嘛该对俺心情好，韩国你买东西，来考你买东西，叶酸，叶酸哈，叶酸轻微忧郁症，还有呢，心情好。你不还买东西不应隔壁还这样？芦笋素，爱滴。阿冯姐，阿 Q 妹，刚一学抖音肉，是的空间呢。